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唠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为头来讲起。讲到旧历7月，搁剩一礼拜伫要过。今年几项相关的话题，网友都特别爱花。有人爱去台南美术馆强势看到半暝，也搁有游地府，唔知你敢有看过？中华台南拢有地吹，一天若是袂赴去世界，加带几天来过暝。国民旅游补助、观光局甲农委会优待方案一个刷一个。讲新闻唠台语，时间到主播陈令伟。讲新闻唠台语，中央大小事为头来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令伟。今嘛7月份、8月份是旅游大会，真侪爸爸妈妈拢会带厝内底囡仔出去佚佗。今嘛政府马上出这国内旅游补助的方案，真侪单位马上出这加菜优待措施，今仔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。第一张图来串卖这加菜优待措施，这环保署就杀出第2波的加菜。只要带入去环保标台饭店，就会当送这200块的抵用金。时间是为8月7日开始，用完为止，拢总有1500名额。第二来看到就是这农委会杀出的补助方案，亲像是这买这油啊、石斑鱼、白带鱼等等辣椒的农产品，只要满600块，就会当抽200块的农油券。时间是为即马开始到9月底，拢总有30万张的名额。第三个来看卖，就是这观光局所送出来的优待措施，有5大主题，12条的内容行程，会当拄这600块。时间是为8月7日开始，用完为止，拢总有2000名额。不过大家一定非常好奇，这12条的行程到底是啥物咧？坐落来，带大家做回来了解。来看卖这12条内容，分做1天、2天、3天这3个部分。1天的部分，亲像是伫苗栗旅游，会当享受到这客家风情；来到台中，会当满水果、骑脚踏车；来到新店部分，会当啉茶、游湖。平常时会当享受这优待措施，1099块到1299块。这2天旅游的部分，来到台中会当入去松林内底，来当泡温泉；来到台中中华旅游会当享受真侪高级的行程；来到新店个苗栗，除了这古道，都会当来到香山当地生态体验；来到中华丰苑的部分，会来到海具学校，个有这鹿港的旧街来享受无同款的体验；来到台中，个有中华的部分，除了这铁路文化，个有松林内底，来当享受这秋天正果的体验；来到3天行程的部分，来到中部地区，除了这高级的部分，来当有真侪好食好耍的行程。平常时的优待措施是6999块。好，除了看卖7月份、8月份旅游大会这行程，旧历7月嘛有真侪无同款的活动，亲像是台湾有2间庙，都设置这18站地甲，互民众来做体验。亲像中华八卦山的南天宫，为民国60年开始做这减营式措施，开放时间是早起8点到下晡6点半。除了这阎罗王个有牛头马面以外，嘛有真侪听话措施。亲像是开灯破道、站头，个有路油顶。每一个犯人身躯顶拢有真侪令牌，这令牌写着就是伊所犯的罪过，亲像是诈骗，个有买假药个有放高利贷等等。另外看卖第2间庙，就是这台南麻大大天府，为民国68年开始，这18站地甲。长是72公尺，宽是7公尺，步行差不多爱20分钟。看卖这同款嘛是减便式，开放时间是为早起8点到下晡5点。来看卖3种无同款的听法措施，亲像是这后头站，主要是在听法滥用职权刁难老百姓的人，个有这招人忍博，亲像听法这真阿爸，个有欺负善良民众的人。第3个就是这炮路。主要是听法这犯因罪人，好，无论是7月份、8月份旅游大会行程，还是这旧历7月这行程，希望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。这都是今仔日的唠台语讲新闻的时间。